后来继续来看嘉义的南华大学，今年的5月有一个女学生伫个图书馆被偷袭，事后来报警，但是警方讲，因为发生的地点伫个学校，爱学生登去等学校的性平会看安怎来调查处理。当事人是质疑警方这个做法消极。5个月后，阁有女学生互共一个男学生来偷袭，学校讲已经有做校安的通报，会照定序来调开着性平会来调查。警方讲，这第一时间承办的员警，并无把这件偷袭的案件报予分局，嘛无伫个系统来定录，未来会加强教育，避免类似的状况再来发生。10月底，一个查某大学生伫咧网络论坛抛文，讲伫咧学校图书馆内底有人偷袭，对方阁讲你的脚真细哦，敢会当翕？查某大学生拒绝，对方阁继续翕。住宿的地方总会发生这种事。学校讲，接着通报了后，会以定序调开性平会调查。学辅中心都有在辅导他。那当然，他在上一次犯错的时候，也有记2支小过，对他的这个再犯的行为，我们会做最重要的、最大的一个处分。不过，这个查甫大学生伫咧5月份，特别用同款的手法，甲另外一个学生骗赎。不过，迄个时阵的受害者就出面讲，第一时间有报警，怀疑警察无啥想要处理。然后有没有想说啊，应该是可以报案的？经纪人呢，他就在那边上网找，他说，你们这个是涉及到那个妨害秘密罪，然后有分非公开还有公开的。他说，可是你们发生在学校，所以是要学校来处理的。学校已经有立案，其实这一现行的规定就是他们在处理。那不过有涉及刑事的一个案件，我们会进一步来查明。受理上难免有些法律或是训练不足，在受理报案是有一些瑕疵，这个我们会再去检讨。警察讲，迄个时阵5月份的案件，警察无伫咧第一时间反映予分局，嘛无伫咧妇幼系统登记，会继续做教育训练，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。那案件有涉嫌刑事案，嘛会进一步调查。